我首新歌個名就叫做淚光萬歲。咁我相信有睇造星嘅朋友仔應該都知道我係即係眼淚王嚟嘅，喊包嚟嘅。咁啊，我一直都好唔吝嗇自己嘅淚水啦，同埋我嘅情緒啦。咁所以先會有產生咗呢一隻歌出嚟。我都好希望真係透過呢隻歌可以表達到，其實男仔都可以喊嘅。咁呢一隻歌咧，其實係一隻我自己作曲嘅作品啦，徐浩做監製啦。咁啊，亦都邀請到一啲我自己好欣賞同埋一直都好中意嘅樂手，包括 Jason 區啦，同埋基仔彈 bass 啦。我一聽到徐浩同我講話，我揾咗佢哋兩個做樂手，我即刻已經開心到癲咗。呢一隻歌仲揾咗 Oscar 去填詞啦，一個我好欣賞嘅詞人啦。之前喺即係造星入邊啦，都有同佢講話嚟緊，我好想揾你填詞，佢都 OK。呢個 MV 係真係同我以前嘅生活好接近啊！去 busking 啦，跟住之後，然後去餐廳唱歌表演，去維持生計啦。呢一啲嘢其實都係我以前不停去做，去希望可以 achieve 到更大嘅東西嘅一個過程嚟嘅。原本我以為拍 MV 嘅時候，只要諗翻一啲過往好艱苦嘅經歷，我就可以好容易喊出嚟。點知效果不如預期。咁直至到我哋喺現場播出造星入邊嘅比賽歌啦，寫在 A4 紙的故事，開啟到我嗰個淚光之門啊！由入圍99強去到決賽，參賽者一齊共度過嘅時光嘅經歷，再諗到大家點樣為生活打拼、努力追夢，真係令我淚崩。我覺得都幾感觸嘅，即係對於我嚟講，所以好玩又係好玩，然後感觸都好感觸。今年嘅目標就係有4隻嘅作品啦，係啦，每一個季度一隻啦，呢個係我嘅目標嚟嘅。其實都有啲作品係已經諗好咗個方向，或者係想做一啲咩類型。好想同更加多勁嘅人合作。